要喺數量上統計中國菜嘅品種，喺地域上毫無爭議咁劃分菜系，喺今日係一件幾乎冇可能完成嘅事。除咗食材，更重要嘅係烹調手法、火候嘅拿捏、配料嘅比例、刀工嘅精妙。喺中國嘅廚房入面，隱藏咗好多秘密。喺澤西屋企陰涼通風嘅小屋裏面，懸掛住醃肉，藏族人叫佢琵琶肉。琵琶肉已經喺度晾咗大半年。新鮮食材彌足珍貴，好多食品都會咁樣處理，方便長期保存。煮午餐係用嚟慰勞鄰居。尼西鄉嘅人都要為青稞地施肥，為咗唔錯過最佳時機，各家各戶互相幫忙。直至今日，佢哋嘅耕種方式同生活習慣依然保持住原有面貌。澤西係個黑陶匠，雖然有啲黑陶會出售俾外來嘅旅客，但係黑陶並唔係工藝品，而係當地人廚房嘅秘密所在。雖然新式廚具已經進入尼西人嘅生活，但係平日煮飯、煮菜、煲湯、打掃油茶，依然係用尼西黑陶。煮呢種烹調方式同陶製廚具嘅誕生息息相關。尼西黑陶相對年輕，但係亦都有3000年嘅歷史。喺香格里拉，尼西氣候最為宜人。喺村民心入面，周圍嘅山都係神山，能夠輕易開採到泥料，佢哋認為係大自然嘅恩賜。
呢幾年黑陶又是暢銷，年輕人亦都願意繼承呢門手藝。澤西嘅大仔漢語名叫李小龍，喺外面闖蕩幾年之後，又返到嚟呢條村莊。李小龍每星期都會去到縣城嘅小學教小朋友打鼓同做黑陶。佢嘅願望係喺縣城開間陶藝吧。不過而家正係農忙時節，佢要參與屋企嘅農務。澤西同其他工匠原封不動傳承咗3000年前祖先嘅製作工藝。條線就出嚟啦。蝦燒黑陶係喺地上面燃燒柴堆，燒到一半蓋上松針木碎。完成品係黑色嘅，呢啲係藏族最推崇嘅顏色，係碳分子同泥料產生嘅化學反應。當代嘅廚房，陶製廚具並唔係主角，不過尼西黑陶就好似活標本一樣。喺青銅器被引入廚房之前，陶製廚具係中國所有廚房嘅必然主角。陶器誕生之前，冇人想象得到喺燒烤之外，仲有另外一種令食物變熟嘅方法。呢個係一次驚喜嘅飛躍。呢度嘅人有自己嘅生活哲學，並唔追求過於精緻講究嘅生活習慣。簡單嘅食物、簡單嘅烹調方法，就係佢哋嘅飲食文化。要加水煮，就會用到黑陶器。陶器充當水同火之間嘅媒介，傳導熱力，釋放食物嘅味道。喺水嘅沸騰下，蘊藏住尼西人廚房嘅秘密。呢個秘密流傳咗幾千年，當初嘅驚喜已經變成日常嘅烹調手法。喺中國，美食意味住感恩，係對勞動者嘅獎賞。離香格里拉唔遠嘅昆明，可以見到另一種結構更為複雜嘅土陶廚具。氣鍋雞、
以一種介乎於煮同蒸之間嘅方法烹調，上湯化成蒸氣，順住氣鍋中心嘅通道蒸騰到每一層鍋裏面，再次液化成湯，一邊蒸一邊煮。活躍嘅蒸氣令鮮味喺每一層嘅湯同食材之間循環遊走，將兩者嘅美妙滋味激發出嚟。中國人最早將蒸呢種烹調手法帶入廚房，亦創造咗大量嘅精製菜肴。重陽節嘅前後幾日，順德均安鎮年輕人抬住關公像，老人家頭戴豬魚，比新年仲熱鬧。今日係歐陽廣業嘅40歲生日，不過佢冇時間慶祝，因為一場大型嘅鄉村宴會正等緊佢。村宴嘅場地並唔係固定嘅。順德係美食之鄉，呢個睇起嚟毫無秘密可言嘅廚房，要滿足全廣東最挑剔嘅食客。歐陽廣業知道，今晚村宴可唔可以成功，食材係關鍵之一。西江環繞均安鎮流過，喺以前，一條江分隔出兩岸迥異嘅語言同飲食習慣，但係今日就銜接同貫穿咗當地人嘅生活。一邊係快速發展嘅經濟，一邊係亙古不變嘅風俗。喺百幾萬順德人之中，至少有300位好似歐陽廣業咁樣嘅村宴廚師。無論紅白壽誕定係大型節慶日，大家都願意聚埋一齊，品嚐呢啲村宴廚師帶嚟經濟實惠嘅美食。流動廚房好快搭好咗，按照勤快熟練嘅標準，歐陽廣業預先揾咗啲家庭主婦，負責大量準備工作。節日期間，村宴每日喺唔同嘅村莊上演，持續幾日嘅村宴節慶，反覆提醒年輕人尊老敬老嘅意義。紅色嘅台布都唔知已經喺幾多個喜慶場合度出現過。呢個時候，露天廚房真正嘅秘密先會揭開。啱啱劏好嘅豬，歐陽廣業同助手需要加快動作，否則就會失去新鮮嘅意頭。50公斤嘅豬洗乾淨之後，再將鹽、糖、五香粉、芝麻、米酒等調味料抹勻，開始長時間醃製。缺少呢個步驟，就唔會有完美嘅味道啦。中國人鍾意食熱辣辣嘅菜肴，所以越係長時間醃製，就越需要精確計算距離開席嘅